这玩意儿混合了这么多珍贵的电器材料，还不得值个5、6千灵石的？你这人真是财迷。这风灵柱可不仅仅是贵重，更有彻底隔绝灵气外泄的功用。看来这底下多半是有些不得了的东西。如此说来，机缘与凶险太半，是去是留，诸位还得拿个主意。机会难得，就算此地真的镇压了什么邪祟，也可以拘禁到法宝之内，提升威能。要走你们走，钱某是绝对不会走的。韩老弟意下如何？青竹风云剑蕴藏的辟邪神雷，专克邪异妖魔，正当一试。还有曲魂和这几位在，大不了就是个跑，反正也已经跑成习惯了。韩某自然也想见识一番，只是小弟实在不擅长斗法。韩老弟还不擅长斗法，就你那些虫子，那想想浑身就不得劲儿。既然诸位都有此意，那咱们就走他一遭。师爹仙子，你见多识广，方才的风灵柱就是你认出的，我们该如何行事？这风灵柱有种种禁制，若是用法术来破，必遭反噬。但要破除禁制，倒也简单，只是需要有把子力气。所谓一力降10会。左3，右2，转上几下，此柱便可以拔除了。此柱观来，怕是有数千斤之重，单以气血之力，怕是只有那些体修才能做得到。诸位可有什么办法？让我来吧，咱家正好有把子力气。那就有劳曲师兄了。体修之力，今日方知。诸位，请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老虎先进去给诸位壮壮腰带啊！韩师兄，万万小心！赤阳脑动了，看来这下面的东西还真有些邪门，要加倍小心。要不，
留曲魂在此侧影。算了，先前多少刀山火海都过来了，还是一起去吧。这些人怎么看起来像是自相残杀而死？这是七侠莲，原来这世间真有此物。这七侠莲，我先要了。凭什么？大家一道探索，最后按功劳分配。怎么仙子见了这七侠莲就要吃独食啊？胡道友，咱们可是有言在先，破阵者可以先选一样。那我就是挑中了此物，就算有异议，那也是韩道友来提，哪轮得着你在这犯浑？这七侠莲可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？让几位如此犯难？怎么，韩老弟也要临时起意，抢夺此物不成？为何他们眼中却只有那莲花，像被迷了神智一般？不行，这里看来疑点颇多。是了，果然问题就出现在这七侠莲上。惭愧啊！哎呀，俺怎么一下子如此上头啊？师弟仙子，师才对不住了。不知何时竟着了魔，请韩道友见谅。诸位一会儿不见，怎么都这么客气起来了？金兄适才不在，故而未受到影响。这莲花有些古怪，它能散发出不易察觉的气息，久射则扰人神智，这才让诸位着了道，一时性情大变。韩某侥幸来得晚，否则也说不得就会着了道。原来如此，多亏了韩兄弟，若不是你在，今日怕是不好收场啊。不过既然已经破除了这气息的影响，我看这七侠莲还是早早采撷了吧。据说此物凡人服用后，可以起死回生，白骨生肉；修仙者服下，则可以修为大涨，甚至可以突破瓶颈境界。恐怕今日所得中，最贵重者莫过于此物了。异宝所在处，必有灵物伴生。七侠莲生在这池水中，恐怕这池水也有些门道。
莫要浪费了。怪不得岛上面布置了这么多的阵法禁制，还用风灵柱封印，看来就是为了防止这栖霞莲的灵气外泄。要不是今日亲眼所见，俺也不相信世间还真有这东西啊！若是诸位担心不好分配，不如出去后拿到拍卖行卖了，少说也能换个几万灵石吧。诸位请看，这骨骸也是有些奇怪。有啥好奇怪的？一路上这么多这玩意儿，明明这灵药就在手边，却如此死在了这池边，不知是何道理。莫不是此人受伤想要采莲医治，却又伤重不治？亦或是此人便是此地的主人，受伤时此莲尚未成熟，结果没有等到仙药救命，就生死道消了。哈！哎，修仙路便是如此，一步错，万劫不复。无论如何，这仙莲此人都是无福消受了，却是便宜了咱们。海师兄，布置好了。周边也都查验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韩老弟，这下可是准备完全了，开始吧。诸位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莫怪汗毛谨慎。依据典籍所载，此物天生与人亲近，遇物则枯，只能用手摘下才能保全。在下与丹药采植小有心得，若诸位放心，在下便自告奋勇行此催花之事了。这花根怎么如此结实？若是拔不动的话，就直接掐下来呗。你这莽夫，直接掐下会让栖霞莲的价值大减的。休要聒噪，且某再来试一下。小心！别动手！铁队友，过去！怎么会这样？韩师兄，适才布置阵法时，这池水我还检查过，明明是正常的。此一时彼一时，若这猛毒是后来所下，便说得通了。难道是有人刻意要害简道友？难道是你？那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的心思啊！仙子莫要多想，金某敢以道心保证，老胡虽然混，但绝对不会下毒害人的。这里一定另有隐情。此事与诸位道友无关，
罪魁祸首多半还在池水里。好啊，还敢出来！6阶妖兽。果然，看来这迷人心智的气息，也是这妖无所谓。传老子命来！诸位，此蛇奇毒无比，咱们一起对付它。诸位小心，此蛇的毒物自带阴邪之气，能让寻常法宝生慧，须得用破邪之物或是更为霸道的手段才能对付。要用辟邪神雷吗？还是先藏住吧，此事多半还没完。走！早就想试试了，请保北转身。这妖物啊，把咱们都给唬住了。可惜了简刀有一身修为，竟丧于妖兽之手。这妖蛇，莫不是被人驯养的？否则寻常妖物，又未曾见过栖霞莲，怎能模仿得如此惟妙惟肖？诸位请看，这骸骨右手只有4根指骨。难道此人也是去采这栖霞莲，然后被这妖蛇咬去了一指？还有尸材通道里的那些尸首，也是自相残杀而死，是那诡异气息。多半就是如此了。上面那些阵法、面具怪人，还有下面这诸多布置，
越发觉得此地诡异了。韩师兄，难道这整座遗迹多半是座巨大的陷阱。这次是金某失察了，陷诸位于危险之中，还害得简道友失了性命，当真是追悔莫及。老姐，俺这次才是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这次老姐还是俺一个拉来的，结果变成这样。不过来都来了，韩老弟，这楼难道真的啥宝贝都没有？那还是不敢信啊。要不咱们再找找看。胡道友尽管去便是，我与曲道友在此警戒一二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要早做计划。这妖蛇害了简道友性命，取了妖丹换成灵石，留给他的亲眷吧。也是，咱们去给老姐收个尸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走吧。此剑看来就是致命伤了，倒是与金雷竹的材质有些相似，但这黑气是怎么回事？好像为什么写法伎俩过一样？恐怕没这么简单。不妙，这难道是炼髓之术？可恶，原来是这东西。
老胡，老胡，你怎么了？老胡！原来如此，都是你这骨头架子搞的鬼！好疼啊！吃吧，多吃点儿，长得壮实。仙人，我孙子要当仙人了！胡师弟，你人真好，只是那也成主机修饰了。逆徒，让你比试，竟下如此重手，打伤老祖亲传弟子！你走吧，这里留不住你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胡道友，今卿平生得一知己足矣。来，喝酒。还真是木花狗。老井白发过来了，千回转身。老胡，老胡！累了不看了，你们这种打扮，都别轻易死掉啊！太师兄，他是想把我们困在这里，逐个击破吗？速速破了自我和金道里会合。终究只是一丝惊魂而已，和真正的只养鸟威力相比，天差地别。否则早应将这些黑色妖物吞噬殆尽才对。
杀我挚友，金某与你不共戴天！本座需要一具合适的躯体，你们之中谁打算献出来呀？没想到，在乱星海世界已有的巨人中，竟然还有人会，还真是小看了你们这些小贼。又消失了。那诡异的影子，不能让他再偷袭了。阁下是人，还是？
你这小辈倒是活跃，本座现在对你很感兴趣。就选你吧，那个单子，还有哎，这个躲起来的那个，你们两个被滚了。韩老弟，我，此战凶险，我也没有把握全身而退。金兄，可还有其他报名的手段？如果没有，就速速离去吧。我不怪你。这老鬼太过可怕，即使与韩老弟联手，也没有多少胜算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？放你俩的一条生路，不想要？那就一起化作本座的养分吧！韩兄弟，在下实在不想陨落在此，对不住，先走一步了。若你能逃出来，金某一定倾尽所以也要补偿于你啊！果然是个贪生怕死之人。快点，快出去了！差一点了。有意思，你早就料到了我不会放任何人走，可问问缘由。阁下若真想说，不用问也会主动说出来；若是不想说，也是浪费口舌而已。山崩于前而不变色，你这小辈越来越对我的胃口了。若是未遭大难之前，本座兴许会收你做弟子。可惜如今，本座只想将那两个逆徒挫骨扬灰。多说无益。血眼神光，好呀！你是姬渊，还是姬轩的门下？阁下说的可是极阴岛的元婴修士，极阴祖师。这个孽徒也敢自称什么祖师，真是大言不惭！我呸！此人竟是极阴老怪的师傅，果然是元婴修士。原来是身外化身，真妙！巨魂，神手。
神魂联系。这老鬼用的什么手段？御魂。一点。我改变主意了。这具身外化身好像和你的关系不一般啊！让给我，你不会心疼吧？他果然是要夺舍，有了肉身之后就更加棘手了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你是红薯吗？我剩最后一个了。张铁，张铁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，张铁！这老鬼欺人太甚！有意思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你小子还挺大方，那本座就笑纳了。想起我同母，不能上他的当。这身体，这煞丹分身之术，原本就是我传给那两个逆徒的。这身体上的些许禁制，又怎能困得了本座呢？阁下手段果然高强，不过是一具分身而已，让你阁下便是。但是阁下嘴里说的极阴极炫，在下并不认识，更无意待人受过。这分身之法，是在下从一册书简内得到的。书简？哦，书简呐！你以为不承认是那两个逆徒的门下，本座就会放你一条生路？待本座擒下你之后，有的是办法让你说出来。
做到都与本座炼化，你又能逃到哪儿去？这血剑有没有？此人的血光与曲魂锁链不同，含有一些阴邪之气，正好被这辟邪神雷克制。看来此战若能抓住机会，也非全无取胜之计。所以，这才是阁下的真面目。此法名为玄魂炼妖大法。所谓煞丹分身，不过是其中的皮毛罢了。这几人被阴气所摄，若是变成石块就糟糕了，只能用辟邪神雷了。还好，果然有效。怎么还有这种东西？石金虫，去！哎呦，哎，哎呦，会的还真不少啊！呵呵，看来你还真不一定是极阴和极炫的地方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倒可不是不可以好好谈谈。
此人狡诈，莫不是又在算计什么？先接着一剑再说吧。来，寻常法宝就不要拿出来献丑了。你是在用的神雷呢？也有。这剑果然是万年天雷珠炼制的。好险！若是当时被他偷袭，恐怕今日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 难得有客人来此做客，本座自然要好好玩玩。再让你们死了，小子，你的剑练成的时间不久吧？这乱星海哪儿来的这么多万年天雷烛啊？ 阁下定是后悔了。若是此前就出手，在下恐怕已经着了道。只可惜，现在没有这机会了。自从你们上得此岛，就注定是本座的囊中之物。早点晚点，又有什么关系？此岛果然是你的布置。这些年来。 不知祸害了多少寻宝之人。可惜都是些废物，修为低，资质差，躲射都嫌不够。哎呦，幸好你带来这傀儡分身，虽说神魂尽失，但这资质倒是不错的。 此人曾是在下挚友，被人所害，才不得已化为分身，常伴左右。而今却被阁下夺去，此仇不报，又叫在下如何谢恩？哟，你倒是个有情有义的。 可惜，在这乱世中，最不值钱的就是情义。且看我那两个逆徒，本座养了他们200年，还不是说背叛就背叛了？还不是说背叛就背叛了？ 阁下所说的其中一人，多半便是当今极阴岛的主人极阴老祖。此人纵横乱星海已有数百年了。若阁下是他的师傅，岂不是已经活了上千岁？既如此，在下倒是要称呼阁下一声前辈了。你小子，怎么
不打架，该攀交情了。攀交情，也罢。本座叱咤乱星海这么多年，最后却落了个只能苟延残喘、设局钓鱼的下场。全都是拜那两个女徒所赐。两个女徒！你若是说不明白你的来历，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活着给出此地的。此人莫不是疯了不成？前辈说了这么多，想必也未见得就有把握能拿下宰相，否则早就动手了。不过，只是前辈单方面提问，在下也未免太吃亏了一点。在下也有几个问题，不知前辈能否解答一二？好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这么沉得住气。不过我怕你知道的太多，小命可就难保了。这个就不劳前辈担心了。说到这儿，还不知前辈高明。本座玄谷上人萧畅。你可曾听过？想来也是。好了，你问完了，该本座了。你说你所学得自一册书简，把那书简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仅凭此物，证明不了什么。你当初是如何得到此物的？说来听听。在下主修的功法与前辈并非一脉，以前辈的阅历，应当看得出来才是。至于这书简，乃是在下灭了一个邪修，从对方身上搜来的。至于他又是如何得到的，在下不得而知。你既来此，又身具玄阴诀功法，本座谨慎一些，也是无可厚非。本座问你，在那人身上，可还得了其他的东西？其他东西？莫非他是指那虚天残土？前辈，既然有此隐匿夺舍奇法，为何还在此地困了如此多年？莫非前辈的玄魂炼妖大法有什么缺陷？是见不得阳光，或者是被一些法宝克制？小辈，你以为本座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吗？这就对了。那前辈以为在下就会告诉你一些与前辈无关的事情吗？有意思。好了，该说的在下也都说了。若前辈还是不信，那在下也没有办法。前辈这小剑出自金雷竹，其中神雷专克一血，想必前辈是知道，此种神雷，在下还有的是。哼，狡猾的小子，明
明知道会两败俱伤，还要拖着本座。虚天残图，他也有，那他肯定知道这残图的使用之法。既然你和那两个逆徒没有关系，本座也没有什么时间和你多耗了。本座另有要事在身，咱们就各行其事吧。另外给你个忠告，如果你再在此地逗留的话，恐怕我那逆徒很快就会闻讯赶来了。这老鬼总算走了，没想到辟邪神雷的消耗如此之大，若再拖下去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几位道友，你们安息吧。金兄，若是日后再叫我遇上此人，今日种种，定与他一起清算。是曾的老鬼说，极阴也有可能会感知到此处，不知真假。还是速速离去吧。看那玄骨如此急匆匆的样子，显然这图的作用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限制。能让这老鬼如此迫不及待，看来那虚天殿中的机缘之大，恐怕真如传闻一般了。但这么多大能都趋之若鹜的地方，我这种刚结党不久的进入，恐怕是杀机四伏。更何况也会遇到极阴岛的人。不过，若是错过此番机缘，失去了觐见元婴的机会，迟早也会落得像金兄他们这般死于强者之手。所以，就走，咱们去虚天殿看看吧。
蕴含着如此锋芒犀利的灵力。隐匿观察了这许久，倒是没见什么异常。不过入殿之后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，还是要打起10万分的小心。还算平静，是开启时辰未到的缘故吗？身世禁制之下，难以窥测他人修为。不知这里有多少结丹修士，又有多少元婴老怪。哎呀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这老鬼果然也来了，以他的实力，恐怕结丹修士中难于对手，却也在这里扮猪吃虎吗？还是不要随便扯上关系为好。捡到宝的神器，这些更麻烦之极，要不先走啊？小子，你要倒霉喽！被极阴盯上了，
恐怕就是现在想走，也晚了。若这位极阴祖师知道前辈在此，想必会很高兴与前辈叙一叙师徒情分。你威胁我？晚辈没有此意。不过，若是晚辈性命堪忧，一时失言，将前辈牵扯出来，还望前辈见谅啊。没想到金兄和温夫人也在，这些时日还需要两位多照拂啊！这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！你金岛近年来做的风生水起，都敢去捋星宫的虎须了，老夫可高攀不起喽。不过听说这蛮胡子也得了一张别人孝敬的虚天残图，咱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可能真的要再聚上一聚了。那蛮子也要来？哎呀，是啊，那蛮子寿元将近，多半是来寻些寿元果，希望能再多活个5、60年吧。造孽呀，造孽喽！欲盖弥彰，此二人与极阴相熟，莫非也是元婴修士？小子，你想不想进阶元婴啊？前辈此言何意？本座知道一种能让结丹修士迎接元婴机会倍增的灵药，名叫九曲灵参，就在这虚天殿之内。九曲灵参，那可是典籍记载中的仙草，此地竟有此宝。许以如此重力，前辈，怕不是想拉在下一起对付极阴吧？不错，若能将他留在这虚天殿内，为你我去此大患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此次本座来这虚天殿，是对其中一样东西势在必得。只要你答应助本座得到内物，本座就先助你取得九曲灵参。先帮我取灵参？这老鬼打的什么主意？待本座事情办完，再将那九曲灵参的灵药秘方给你，依照药方炼制服下，保你迎接元婴的几率大大增加。眼下我已经被极阴盯上，只要此人还在，乱星海于我而言就再无安全之所。反言之，与这玄谷合作虽然听起来疯狂，但毕竟此人尚未恢复至元婴期，即使将来对上，凭我那些保命手段，也有一战之力。怎么样，小子？这场内有的是结丹后辈，老夫就不信找不到帮手。不如先答应他，眼下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即使他包藏祸心与我翻脸，也可以先取得九曲灵参再说。前辈好意，在下心里了。对付极阴风险太大了，请恕晚辈不能答应。但若是前辈助晚辈夺得九曲灵参，那前辈寻宝之时，晚辈也并非不可出一番力。随你。不过，这九曲灵参所在，乃是这虚天殿第2重试炼，你可不要死在前面了。这些就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急老翁，把本岛的变异活猛还来，否则贫道就不客气了。那小家伙天生地养，你又控制不住，自然是有能者居之。
凭什么要还给你？再啰嗦，小心本祖师度化了你！基因老小子，你要度化谁呀？要不，连本人也一块度化了吧？万天明，你也来了。哦，原来是温夫人当面。尊父六道先生，可还安好啊？姑姑可是一直惦记他呢。哼，怕是天天咒他暴毙。他做什么向来与我无关，不劳万道友惦记。我这鸾凤剑诀也一直想与你切磋一二把。哼，和夫人切磋，还是算了吧。要是六道先生知道了，还不找我拼命啊！我呀，可还不想现在就挑起正魔双方的大战。竟然能让极阴都忌惮3分，难道此人实力以大元婴中期不成？极阴道友，万道友，好大的威风啊！没想到万大门主也来了。韩某可是一直想和万门主打一架的，也不知道那天罗真功能挨本人几拳呐！好说，说。在下对蛮兄也是久仰。破天诀既然号称乱星海防御第1的魔功，那我万法门自然是要领教1二又是一个元婴中期的强者，先是正道魁首，现在又来了个第1魔功，还有那个手持黑剑的温夫人，这极阴在这对元婴修士中有些不够看啊。要了，滚！